位伫安南区12店南天宫主事知府千岁，董事的还有文恒圣帝甲天上圣母等列位的尊神。每年的农历6月18是知府千岁的圣诞。伫个庙前广场张灯结彩，欢迎全庄的信众、客囝甲各有宫交陪景，前来祝寿参拜。虽然圣诞当天当日落雨，不过祝寿的信众团体也是袂少。阮12店南天宫吼每一当农历6月18日就是阮敬主知府千岁。中爷生啦吼，知府千岁的圣诞万寿。阮拢做囡仔就讲中爷生，中爷生。因为疫情的关系吼，去年所有的活动，政府的部分拢停止。那么今年阮知府千岁来降价来盛事，因为每一当12店南天宫中爷生拢有过7车平安桥，拢会使几啊千的先神大德来过。所以知府千岁伊讲今年万只疫情还未完全这个趋缓所以今年的7车平安桥暂停所以团拜祝寿，将落下先神大德各界这中官贵宾原来同款会记日6月18日来12店南天宫来团拜祝寿当然阮也有真济姐姐。这各有宫交陪景各社团单位落下先神同款虽然咧落雨同款拢会来甲知府千岁来祝寿安尼会当吉木新温比如大家安尼平安顺遂。12店南天宫依照鼓励，由主任委员吴顺德带领管理委员会，首先举行团拜祝寿大典，并且行3跪9叩大礼。祝寿，再祝寿，3祝寿，烧，再拜，跪，祝寿，再祝寿，关祝寿。除了庙方的技术人员、送工丁加顾问团的祝寿，现场还有各机关团体，包括安定国小。上珠青甲三冠龙有线电视以及各有宫交陪景等场面热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